你好，3月21號星期六，考多進入財經頻道，我哋嘅退休策劃方案服務助你更上一層樓。星期五 A 股響周邊股市普遍咁下跌嘅影響之下，A 股嘅大盤大開大走，滬指震動調整失守半年線，跌破咗4000點嘅整數關口。創業板塊盤中創2021年12月以嚟嘅新高，伴隨住中東嘅衝突嘅持續 ，A 股市場嘅情緒亦都有所波動，市場連續2日都係超過4700檔股票係收跌嘅，大盤已經連續4日近4000個股票係下跌，市場唔再預期美聯儲今年嘅減息，亞太區嘅股市普遍咁向淡，港股週末之前反覆咁向淡，中午過後沽售嘅壓力加劇，跌幅一度咁超過咗300點，全日埋單嘅時候跌咗223點，成個星期睇恒生指數係累計跌咗0.74%，港股繼續咁承受壓力，港股後市包括央行貨幣政策、中東亂局同埋油價等等都係困擾於市場嘅情緒。目前恒生指數上方嘅阻力位處於26000點至到26300點呢個水準，唔排除最度咁下試250天線，只係24900點至到25000點呢個位置。星期五嘅中國央行將1年期同埋5年期嘅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分別維持響3% 同埋3.5% 係不變嘅，為連續10個月保持不變。星期五香港公布2月份嘅綜合 CPI 年率係 1.7%， 高於預期同埋前值。雖然高油價可能會導致海外陷入到滯脹，但係中國嘅通脹壓力整體唔係幾大，國內嘅政策目標比較明確，工具充足，中東嘅衝突導致嘅全球供應鏈擾動可能係驗證中國經濟穩定優勢嘅契機。今年估值持續咁抬升嘅空間有限，後續嘅企業盈利回升係下一個階段 A 股持續牛市嘅關鍵。呢一輪嘅慢牛、長牛行情具備有深層嘅邏輯支撐，包括政策層面對於資本市場嘅持續大力支撐、居民儲蓄向資本市場嘅大規模轉移，以及中國科技創新進步吸引住大量嘅外資流入低估值嘅中國資產，呢啲基本嘅因素都未發生根本性嘅改變，分析中東衝突所引發嘅 A 股波動，應視之為短期嘅衝擊，而唔係長期嘅影響因素。預計下個星期中東事件或者會更加明朗，指數有望企穩反彈，而真正嘅主升行情可能要去到4月份。隨住中東戰爭推高能源嘅價格，並且削弱減息嘅預期，黃金正邁向6年嚟最大嘅單週跌幅。現貨黃金星期五徘徊於每盎司$4650嘅附近，本週累計跌超過7%，為2020年3月以嚟嘅最大嘅跌幅。衝突所引發嘅原油同埋天然氣價格飆升，加劇咗通脹嘅擔憂，從而降低咗各國央行減息嘅可能性。呢對於不產生利息收益嘅黃金構成咗利空。黃金自上個月底美國同埋以色列襲擊伊朗以嚟，已經連續幾個星期下跌。一般嚟講，地緣政治衝突會引發市場避險情緒嘅升溫，推升黃金嘅價格。比如2020年2月份俄羅斯同埋烏克蘭發生衝突爆發以後，金價會響半個月之內會衝高嘅。美國同埋以色列打伊朗嘅戰事爆發以嚟，石油同埋美元大漲，黃金就走出咗連續下跌嘅行情。黃金已經連續幾個星期嘅下跌，本週累計下跌近8%，創下咗2020年3月以嚟嘅最大嘅單週跌幅。分析認為，美歐央行本週相繼釋放出信號，暗示利率下行嘅節奏或者慢於之前嘅預期。與此同時，專業嘅投資者同埋散戶投資者正響度同步捉緊貴金屬嘅敞口，向減息希望落空同埋流動性衝擊嘅雙重壓力之下，金銀之前所建立嘅多頭頭寸正響度快速嘅瓦解。因為持有黃金嘅機會成本比較低，而當利率高企嘅時候，債券等能夠提供穩定收益嘅資產，對於資金嘅吸引力明顯咁上升。星期五 A 股三大指數漲跌不一，收盤時候上海證券指數跌咗1.24%，收報3957點，滬深兩市成交2.29
萬億元，下跌嘅股票超過咗4700檔。星期五港股三大指數低開低走，收盤嘅時候恒生指數跌咗0.88%，報25,277點。星期五嘅美股三大指數集體咁收跌，道瓊斯工業平安指數跌咗0.97%，納斯達克指數跌咗2.01%，標普五百指數跌咗1.51%，中國金融指數跌咗2.92%。星期五係所謂嘅四烏聚首日，即係每個季度一期嘅股票期權、指數期權、指數期貨同埋個股期貨同時到期嘅日子，交易商普遍咁認為股市可能會面臨住更加大嘅波動。納斯達克指數較10月29號嘅收盤高位下跌超過1成，即係確認進入到回調嘅區間。中東嘅衝突持續咁升級，市場對於通脹回升嘅擔憂迅速咁升溫，直接咁衝擊美聯儲政策嘅預期。交易員已經將今年嘅加息概率上調去到50%，徹底咁扭轉之前減息嘅預期。歐元區1月份季調之後嘅計經上漲，錄得379億歐元，為2024年6月以嚟嘅最大嘅順差。交易員加大咗對歐洲央行加息嘅壓住力度，佢哋預計今年歐洲央行將會加75個基點，原因係能源價格嘅上升，引發咗對通脹嘅擔憂。德意志銀行預計歐洲央行將會喺6月同埋9月嘅時候各加息25個基點，而因之前嘅預測係2026年會維持利率不變。晚年點樣先至可以無憂咁安享天倫之樂？儲蓄淨係揸住現金得唔得？圓滿嘅退休計劃可以幫到你涵蓋健康保障、現金流、財富投資、家族傳承。香港有好多款選擇，你有冇選擇過呢？今朝嘅經濟狀況，尋日星期五上嘅證券指數跌49點，收於3957點；香港恒生指數跌咗226點，收於25,274點；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安就跌咗443點，收報45,577點。美元將人民幣進岸價報6.9050，搶1美元買黃金報4497點，100美元一盎司紐約原油報98.05美元一桶，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4.384。香港考得進密財經頻道祝你視力環轉，鴻運當頭。